头一日去北流的观光团，透早是参观总统府。 这由台湾出钱出偌济钱，新台币12亿，协助因打造总统府，外形以白色为主，俗称小白宫。这摆白流总统毋但亲身为大家导览，佮头一摆开放，连总统串门拢毋捌去过一个伤海景的所在。 我们现在来到帛琉的总统府，事实上这个地方呢也是台湾出资的，它的外形非常的美丽，也俗称小白宫。其实呢，它距离市中心科罗非常的遥远，大概要1个小时的车程，因此总统通常都不会来到这里办公，是在科罗的市中心有个特别办公室，是要接见重要的客人或者是讨论相关的行政命令才会来到总统府。 日前的帛琉总统这摆亲身带咱参观总统府，佮伊的办公室。 当然，我们也来到帛琉总统的办公室，一进门呢就可以看到有帛琉国旗，还有台湾国旗，可见两国之间的好交情。另外呢，这一趟帛琉总统他来到台湾参访，总统蔡英文是特别送给他台湾族的分享刀，也立刻被摆在了桌上，可见呢帛琉总统对台湾的重视。 嘛，带咱来新城的参议院，同时嘛是讨论帛琉游览的所在。事实上，为了让来台湾的游客更加安心，帛琉的卫生单位拢真用心。The next 2 weeks, 60% of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second vaccine, the adult population. So we're well on our way toward herd immunity. So I think to make the experience better, but yet keep us safe. 唔了爱生了欢喜，嘛爱生的安心。比如总统嘛开放含蔡英文总统，拢捌来过厝尾顶欣赏海景。 目前呢，所在位置呢是在参众医院的3楼，这个3楼也是首次开放媒体来参观，可以看到海景是非常的美丽。当然，参众医院呢也会讨论相关的法条的通过。而左手边的建筑物可以看到的，其实是总统的办公室，通常他都是在这里办公的。而在右手边呢，可以看到是司法院，这里也是3权分立的状态。 连较真的帛琉，同款面对当地人，敢袂当接受别人来因的国家。 When you've had an island that's been COVID-free for so long, there's a fear that one would disturb people's lives. 观光局长嘛强调，真2邦的飞龙机会严格检查，若是拢无问题，未来才会豆豆开放。